腿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呀。经过我们抢救以后，他的命是保住了，但是出现了一些并发症，右下肢出现了血栓，下肢都冒水泡了，说明这个局部的张力非常高，也就骨寂寞氏综合症了。这个东西属于一个紧急的需要手术的，如果错过了手术时间，坏死太厉害了，你可能整个就保不住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就组织了全院相关的科室进行大会诊。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两条腿都呈灰暗的颜色，尤其是右腿的膝关节以远的肢体黑得跟炭一样，而且他的血栓还在不断的进展恶化，全身的状态也很差，各脏器的功能都不太好。这个时候我要是贸然开刀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杀了他，会将他进一步的推向深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等。PICU 再叫我去会诊的时候，孩子的全身情况稍微好转了一点，但是仍然达不到手术的标准。这个时候我们又没有任何退路，如果不手术，孩子必死；做了，可能还有一丝希望。所以我们跟家属沟通之后，家属决定跟我们一起放手一搏。哇，这坏死好多啊！坏死的范围已经明确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那么我们如果采取从髋关节离断的方式去进行治疗的话，无疑是最有效、最直接的方式。但是从髋关节离断之后，我们这条腿就不存在任何装假肢的可能性了，他将来可能就走不了路了。这个孩子才10岁。最后呢，我们也是考虑了一下，提出了一个方案，跟家属说，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我们尽量的保留肢体的长度，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，会很痛苦。你下来吧，来接一下，接一下。从膝关节进行了一个肢体的离断，保留了骨骼的全长，同时将大腿上明确坏死的组织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切除。后期又按照既定的计划，逐渐的把一些明确坏死的组织去掉，已经恢复过来的组织进行保留，保留了肢体的25公分的一个长度。